Somebody praise the Lord with me, sing out joyfully now. This is the season that we're in, it's time for victory now. Right now, I praise you before I've seen it, 'cause you always finish what you started me. If you said it, you'll do it. Right now, I praise you before I've seen it, 'cause you always finish what 礼 you 拜即将开始，请我们赶快就座， 请我们把手机关起来，准备心来，准备做礼拜。如果要喝水、吃东西的，请到会堂外面。谢谢大家合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时候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彼此的见面，并且我们同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今天早上要把最高的荣耀赞美归给至高的神。阿门。阿门。牧师邀请大家起立，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一起要同心合意来建造一个属灵的祭坛。这是把我们的全心全意、全人都摆上在这其上，让它成为活祭。也在今天的敬拜里面，让我们的心是充满喜乐的。阿们。你喜乐吗？阿门。跟隔壁说，我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阿们。阿门。啊，好，我们这时候我们要来邀请圣灵来引导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让我们去遇见神的荣耀，让我们去经历他的同在，让我们去领受他给我们的医治、安慰、扶持跟祝福。阿们。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相信你；圣灵，我相信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非常的爱你；圣灵，我非常的爱你。愿圣灵充满我，愿圣灵充满我，愿圣灵浇灌我，愿圣灵浇灌我，愿圣灵引导我们的敬拜，愿圣灵引导我们的敬拜。我们安静的心来领受圣灵给我们的软流，给我们的亮光，给我们的话语。哈利路亚。的圣灵，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开启我们心门的时候，你就进来了，因为我们欢迎你，我们喜悦你亲自在当中引导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喜悦你按我们个人所需所求来成就你的美意。我们喜悦你，你来做调整、医治、安慰、鼓励、补满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看见你荣耀的作为，成为我们信仰的印证，也见证我们今天真的遇见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我们开口，心也开，灵也开，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一起献上我们最美的赞美祭给我们的上帝 ，Amen 吗 Amen。跟你旁边人说，邀请你跟我一起热情来赞美神，邀请你跟我一起热情来赞美神。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
运行在我们当中 ，Amen 吗 ？Amen。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上帝的能力够我们用。上帝的能力够我们用。哈利路亚！我邀请我们永光每一个家人，让我们一起用肢体来赞美神。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到永远。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你跳舞非常好看。非常好看。哈利路亚！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用舞蹈赞美神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大声宣告：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我们再次大声宣告：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我们将最大声的掌声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转向你隔壁的人，跟他说：你的赞美非常的漂亮。你的赞美非常的漂亮。感谢上帝，他喜悦我们的赞美 ，Amen 吗 ？Amen。我能够感受到圣灵已经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而且圣灵已经在这里与我们一起来唱歌跳舞赞美神 ，Amen。Amen。我邀请每一个人，我们再一次高举我们的双手。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是赏赐给我们恩典的神，神是知道我们需求的神。
神更是供应我们一切所有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向他来呼求，神必定要回应我们的一切。Amen。我们一起来唱。我屈膝跪在你面前，我呼求你必垂听，敞开心，高举我双手，我寻求你的真理，双膝跪下，谦卑祈求，愿你话语深藏在我心，高举双手，赞美飞扬，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我仰望，呼求你生命，我开口，我开口，你必回应，敞开心，献上我所有，我生命全属于你，双膝跪下，谦卑祈求，愿你话语深藏在我心，高举双手，赞美飞扬，你是配的，你是配的，双膝跪下，谦卑祈求，愿你话语深藏在我心，高举双手，赞美飞扬，你是配的，你是配的，大幕亲近神灵，更深呼求那深水高高处的生命，呼求爱与降临，看见奇迹，医治释放，生命被更新。大幕亲近神灵，更深呼求那深水高高处的生命，呼求爱与降临，看见奇迹，医治释放，生命被更新。双膝跪下，谦卑祈求，愿你话语深藏在我心，高举双手，赞美飞扬，你是配的，你是配的，双膝跪下，谦卑祈求，愿你话语深藏在我心，高举双手，赞美飞扬，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矗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荣耀就彰显在我们当中。你设立宝座，看你的儿女们尽情的来敬拜你。谢谢你，你用笑脸看着我们，让我们的心是敞开，是充满喜乐的。我们更渴慕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你的话语充满我们，你用话语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求你透过今天再次借着你的仆人潘牧师，将你的话语显明给我们明白，让我们更看见你的心意。另外一件事，我们更渴慕的就是圣灵啊，圣灵啊，你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叫我们在这悖逆的世代当中，能够依循神的话语而行，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扎根稳定，叫我们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都是有分辨的能力的，让我们口所说的话都是带着智慧的言语，让我们的心思所想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时候就求神帮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圣灵在这里了，天父在这里了，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开口祈求，求神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更明白他的心，好不好？我们开口来祷告，预备来。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在敬拜的当中，你荣耀的彰显；在敬拜的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在敬拜的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原是被主你所宝贝的。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恩赐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圣灵啊，圣灵啊，谢谢你来引导我们，启示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把全人都归向给你，让我们是喜乐的在你面前享受每一时每一刻对你的敬拜，享受每一时每一刻在生活当中都成为最美的见证。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为我们台湾来祷告，也要为美国来祷告。我们知道台湾在选举以后到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让我们的在野的能够合一在你的面前。为什么我们也要为美国来祷告呢？因为美国是神所祝福的，并且美国跟我们最亲密的关系，是因为我们信同一位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信仰上是合一的，所以我们祈求神把那祷告的权柄给我们。特别在美国总统的大选的过程当中，求主给他们是平安的，是顺利的来完成，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从神而来。所以我们要为台湾祷告，也要为美国来祷告，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心意放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呼求主啊，主啊，3声以后，我们为台湾、为美国的政治，我们开口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属你，因为台湾是你所喜悦的，我们要把台湾献给你，因为台湾是你所喜悦、你所祝福的宝岛。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能够在这里世代的传承，是因为你祝福我们，把福音给我们，把救恩给我们。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看见我们的政治人物，我们所有的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能够知道权柄从你而来，用他们谦卑的心来服侍你，服侍你的百姓，让他们所有的决策都能够看见神你给他们足够的智慧来掌权一切。主，我们也祈求你为美国的选举大选来祷告。主啊，这是你所祝福的国家。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合一。最美的关系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同是你的国度的百姓。所以我们祈求你掌管美国这次的总统大选，能够顺利平安，成为世界的祝福。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荣耀神在归给你，哈利路亚！双膝跪下，谦卑祈求，愿你话语深藏在我心，高举双手，赞美飞扬，你是美的。
来敬拜，哈利路亚。赞美飞扬，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渴慕亲近神灵，大声呼求，大声宣告，高处的神灵。呼求恩雨降临，看见奇迹，医治释放，生命被更新。阿们，我们举手来敬拜来。渴慕亲近神灵，阿们，我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把手举起来，很棒哦。呼求恩雨降临，看见奇迹，医治释放，生命被更新。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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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是的，配的，你是配的，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你是配的。神配得，阿们。你是配的，哈利路亚！我们把掌声荣耀归给我们至高的真神，他是爱我们的，是赐福给我们的神，阿门。是乐意与我们同在同住的神，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的儿童牧区的孩子站在我们的身旁，对不对？他们呢，在前2天的营会当中呢，他们学习了如何来传福音。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礼拜呢，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全动员和总动员。他们呢，昨天呢，他们就做了这几个钥匙圈哈。然后呢，现在呢，好，那个小朋友，你们手上有的，请拿起来，都拿起来了哈。好，那现在呢，好，我们要请那个坐在这一个好这一排的哦，最旁边的你最有福气，这一排的最旁边的你最有福气。那这一排呢，也是一样，最旁边的你最有福气。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一排也是哦，哈，好，然后呢，我们的小朋友呢，他们要来体验，因为下个礼拜天他们也要街头布道，可是呢，他们总是要先有人让他们做白老鼠来试验一下，所以呢，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就让他们试验哦，哈，那好，现在呢，我们请，因为呢中间的就不方便，那我们请我们的老师坐最旁边的，然后来对他们传福音。好，现在他要来实际的来对你传福音了。好，来，我们的老师来带开，一个人对一个来。好，我们现在来开始，来，老师来安排。好，我们坐在旁边的人，好，就让他对你。好，来 ，OK， 你就对他，对旁边那一位。好，来，好，我们来开始。好，你可以站起来。我们的弟兄姐妹被分享的，你也可以站起来。看他怎么样对你说。有些孩子到后面去哈，到老师把他们带到后面。
们最后1分钟就要布道完成。来，你的节目。好，当他说完的时候，小朋友就可以先蹲下来，你要好好的给他鼓励哦，哈。好，小朋友，如果你布道完的，你就可以蹲下来，牧师就知道你已经布道完了。好，那这样好像都完成了哈。好，那我们请所有的小朋友呢，他们现在要来为我们来献上一支歌舞哦。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他们来到台上。好，来到台上来。好，这个呢都绞到结紧，结紧，你那个要拿到这边来，让小朋友可以放。好，来，你们的这个都放到盒子上，要放在这边。等一下他们再选。好，绿色的，我看一下啊，这个那个刘先写。找一个给我。好，那刚刚呢，有让小朋友向你布道的人，请站起来一下。刚刚有，哇，你很有福气耶，哇，你们觉得孩子对你们布道，你们听得懂吗？会不会很难？不会啊，我们孩子们很棒。那我来考你们一下，考他们一下啊，来。当他们向你布道的时候，你们有看到这是什么？叶子代表什么？神的创造。哇，你们都懂哦。好，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好，第二个来，第二个鸟笼代表的是什么？撒旦、罪，还有呢？不自由。所以你是笼中之鸟吗？刘哲，你是吗？你不是。好，来，再来。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鸟笼中就不自由，对不对？好，那再来呢？这十字架代表什么？耶稣为我们流宝血，是当耶稣为我们流宝血的时候呢，来，再来这个雪花呢，它会洗净我们的罪，如雪这样子白。所以呢，你现在是不是洁净的？是。所以呢，那你愿意跟着我们的布道人呢、布道员呢，他来祷告决志信主吗？愿意吗？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耶稣就进入到你的生命里边，他成为你的救主。所以呢，你就可以拿到这一把天国的钥匙。所以你有没有拿到天国的钥匙了？你相信吗？相信，相信。这就是他们的五色布道法。我们再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我们也谢谢这些的哥哥姐姐们给我们做很棒的示范，我们也给他们掌声一下。请坐，请坐。接下来我们的辅导，我们的老师呢，要跟孩子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带我们向神献上赞美，热烈的掌声来。Who are super kids?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在海洋里面看到一群金鱼啊？哇，他们真是非常的棒。我们的辅导同工挥挥手一下，因为你们都长得那么年轻，所以看不出来，分辨不出来。这些哇我们的营长，我们的狮子营长，哇！来，我们狮子营长呢来分享一下这2天，然后他们在带领当中，他们所得到看到的感动。好，他很喘，对，他很喘40加以上有点累。好，那很感动啦，就是每一年的营队都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好像刚刚我在亲子礼拜有分享，尤其是我们队服的成长，好像我们的方景啊，好恩云啊，很多很多，他们都从这么小，然后到现在他们是可以带领这个团队的。那我觉得很感动，是刚刚我有分享，在教会里面，我们训练的不是他们的只是他们外在的这些工作技能，而是他们的品格。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同理心，他们有很卓越的欣赏力，他们能够陪伴，然后他们都不会对小孩暴怒，都会用很温柔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真的看到青少年牧区潘牧师还有亚伦亚娜，我们所有的也会有每次看到他们都给他们很大的鼓励，所以在这里的孩子他们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得着爱。那今年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从3天变成2天的营队，好，就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可是我们的内容完全没有缩减，然后我们教他们中英文的这个步道。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练习的部分，但是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卓越。好，那我可以加码叫他们对呼吗？可以，可以的，因为很好看啦，所以让你们看一下。好，那我们来好 ，OK， 好来，We are ready to cheer for God。OK，3、2、1 go。 Super kids, super kids, we can sing. Super kids, we can dance. Super kids, we can pray. Super kids, we can love. We are happy with who we are, 'cause we all come from God. 请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在培养我们最强的这个宣教团队，好，双语的宣教团队，欢迎大家加入。好，阿门，阿门，再一次热烈掌声。好，那我们小朋友从中间来退场，谢谢你们，来，好，来中间来，我们退场，好了，用跑的哦，好，用跑的，好，用跑的，好，从那边。接下来我们要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第9章1到7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耶稣往前走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失明，是谁犯了罪？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的那位的工；黑夜来到，就没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抹在盲人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去西罗亚的池子里去洗。于是他去洗了，回来就看见了。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要请潘牧师来证道，今天的题目是抓住机会与主同工，请。阿们，抓住机会与主同工，阿们吗？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在营会里面呢，暑期的营会，我们现在都慢慢训练他们是双语。好，为什么在这个世代呢？其实我们的福音的脚步呢，不仅是在台湾，我们也要
到世界各地去。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养成的永光的下一代的年轻人呢，他们在语言上面呢，他们是具备多方的能力，对了谁他都可以传福音，阿们吗？是，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来看见这一代年轻人还有儿童，他们在未来担任这传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要不要常常为他们祷告？要。在这里面有你的后代的，请举手一下。刚刚的这一群孩子有你的后代的，请举手一下。哎，哇，是，感谢主，感谢主。你们把孩子放在最好的土壤里面，他们在这里是安全的，而且老师不断的在引导他们，所以你的孩子放在哪里，跟他未来的成长，他的环境有没有影响力？有，是。所以呢，我们做这些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小孩长大要回报我们、报酬我们吗？完全不是，因为福音是白白得来，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这些的孩子们，我们看到在未来，神必要祝福他们，并且让他们在传福音上面、认识基督的能力、恩赐上面，有比其他同才是更具有智慧的。阿们。这是神他预定要祝福在我们永光教会的我们的儿童。今天呢，我们来看到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来主题我们来念一下，来请。好，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机会你有把握住，然后有与主同工，有传福音过？回想一下你是怎么样来信主的，是不是也因着别人他抓住了机会，然后对你传扬了福音，所以因此你来信了主，拿到了那一把钥匙。神他就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里边，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要让每一个人都得救，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得着这救恩。保罗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神的使徒，他在传福音上面，他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跟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我理性的智慧，不是用我的口才，不是用我委婉的言语，乃是用什么呢？用圣灵还有大能的明证。大能的明证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耶稣基督如何在他的眼前显现。曾经我所逼迫的耶稣，如今却在他的眼前真实的显现，这就是大能的明证。所以他说，我对你们传福音，让你们得着这一份信，不在乎我给你们什么样的智慧的传递，乃是在乎神他的大能就动工在你身上。阿们吗？同样的，神今天他会不会动工他的大能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上？会不会？会的。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一一的都应许，并且要成就。所以主耶稣呢，他非常诚恳的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我们看到在这个相片里边，这个就是下个礼拜大卫牧师呢，他跟他的妻子师母呢，还要一起来到我们永光教会。在这里有一个他们教会怎么样领人归主，然后有许许多多是怎么样，他们来信主之后，他们是怎么样得着改变，那个街头布道所带来的大能下个礼拜他要来跟我们见证。而这个就是他们的团队，他们呢每一个礼拜六下午大概有1个小时，然后呢他们就两个，然后他们就出去，就开始对着街上的人来分享。他们一开始也都很害怕，害怕别人拒绝，但是神的作为真的非常的奇妙。他们遇到许许多多的事，他没有想到，他竟然会透过这个传福音教会的传福音的弟兄姐妹，让他的生命不仅得着耶稣的救恩，也得着生命的改变。本来要自杀的，本来想要自己解决掉自己的生命的，
因为在家里面他没有遇到，他没有爱，他觉得他是被遗弃的。本来想要结束这样的生命，不想要再走下去，没想到却在这样的街头的步道上面，竟然就有人对他传福音。本来他觉得说，我干嘛要听这个？但是圣灵就命令他，你就站住。然后呢，弟兄姐妹就开始对他传福音，一个非常短的一个福音，然后让他心就敞开了。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奇妙，我也没有讲什么，我都照念。然后他竟然就说他要信耶稣，怎么比我以前在讲的用了很多很多的见证，然后来诉说，怎么这一次怎么会那么的快，那么的容易？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圣灵在做工。阿们。所以当我们街头布道出去的时候，这一次我们就是要真实的体验，是圣灵在你身上做工，不是靠着你，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只要跨出去，跨越我们的舒适圈。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边，你看我们坐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坐的椅子有没有很舒服？整个台北中会的椅子，可能算我们永光教会的椅子是最舒服的。是。然而当我们越舒适的时候，我们越要看见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把基督他所要的，然后我们要按着耶稣的给我们命令，我们一起来顺服，一起来做。阿们吗？所以我们走出去，不仅对人传福音，你知道吗？土地是会说话的，因为当这个土地被祝福的时候，这个土地就能够结实累累。如果这个土地呢是被诅咒的时候，这个土地就会带来许许多多的罪犯。因着大卫牧师他们在他们的城市不断的从他们的教会的中心区，然后呢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圣灵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就越来越把从中心点一直传出去。他们整个城市因为这样子犯罪率下降，他们的政府团队开始合一，这是他们所没有想象到的。不仅看到很多人他们因着需要耶稣，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家里面也许有人信耶稣，可是没有人向他们传，因为很害怕，怕被拒绝，所以这样就错过了机会。然而他们经历到这些人因着路上我们去传福音，他们因着这样他们来认识了耶稣。所以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原来有一个巨大的属灵灵界的能力。当我们都带着基督的权柄往这路上走的时候，往中正路、往德和路、往锦屏路走的时候，你的脚所踏之地就带来了能力，就带来了祝福。阿们吗？因为这土地是神所创造的，神要他的百姓去行走，而不是犯罪的人到处行走，乃是要我们这带着主的光明的人要去行走，让这地因着你的权柄，因着你的传福音，因着你有从神来的形象的见证，你所到之处，你所踏之地，它就成为祝福之地。阿们。所以我们在今天礼拜后有训练，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实地的走出去，就像今天小孩子向你们传福音一样。你觉得小孩子这样的一个传福音有没有非常珍贵？非常珍贵。我们的小孩他如果从小他就知道传福音的重要，牧师要跟你保证，他如果知道人得着福音得着救恩是如此的重要，这孩子必定知道父母亲对他的重要。他爱人，把福音传给人，他同样的也会爱你这个爸爸，爱你这个妈妈。家庭就会在因为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能力当中，家庭可以得到合一，得到喜乐，这是神预定要的祝福。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全然的把我们的面子把它卸下，因为神他要我们把我们自己认为所应得的权利放下，单单为了基督的福音。所以你看看他们在街上看到人，然后呢就勇敢的来对他说神的话，神的恩典，然后呢那个都是在福音卡里边，所以他们也没有多做什么，就只有把那个念完，这样子回家，这些人他们就来到教会了。
原来传福音它是这样子的容易，重点在于你愿不愿意被差遣。所以我们要土地就位，人民就列，阿们吗？台湾的土地，台湾要不要归给耶和华神？我们如果没有大声阿们，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十足的信心，那么我们的土地就惨了。我们的台湾的土地要不要归给耶和华真神？阿们。你要为你的乡镇，你要为你的邻里来祝福。我们太少对邻里、对这个土地说祝福的话，我们太多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边，然后说抱怨的话。我们要求神来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少传福音，我们就多说人的抱怨，我们就多有自己内心的忧虑，因为我们太多的思想都用在仇敌世界上，而神要透过邀请我们与他一起传福音，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他得着，我们的生命也得着丰盛。阿们吗？阿们。所以呢，我们的土地，我们在这一次我们要走出去，跟我们在教会里边坐在幸福小组里面等人进来不一样。我们跨越我们永光的这个圈子，然后走到神所为我们预定的土地，在那里我们要让土地就位，因为土地当我们祝福的时候，这个土地它就会为我们发话，它就会祝福，说我是被你们祝福的，所以我这个土地上面，土地上的人民会不会被祝福？会被祝福，这就是属天的原则。所以我们的人民要救这个行列，所以你救这个行列了没有？你就位了没有？是，所以凡在永光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是神预定要给永光人的福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要轻易的舍弃掉你这个福分，这是神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属天的规划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永光教会的身上，我们将来还要做更大的事。因此主耶稣他也说，他说他所做的就是从这一位天父来的，而他做了这些，信他的人所做的要比他的更大。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以神国的大使要来传福音。所以当你是大使的时候，如果你是派到国外去，你是大使的话，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是你要把我们国家的好，把我们国家的美，然后传递出去。而我们就是神国的大使，我们必须要把你所领受到福音的美、福音的甜，然后福音的能力，透过你能够传递出去，祝福这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国大使。阿们。有没有想过，你竟然可以成为大使？而且你的大使是我们这一位最伟大的神为你认证的。是我们这位神为你认证的。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我们都是神国大使。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呢，他透过今天的经文，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要趁机会，并且呢要勇于给机会。如果你愿意对这个人诉说，你愿意站过去的时候，那才有机会。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给机会？在我们的家人当中，有多少个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没有给机会。为什么说没有给机会呢？因为我们觉得，哎呀，他平常跟我关系都不太好，我跟他说什么他不会听，所以呢，我如果跟他传福音，叫他来教会啊，我不被骂死才怪嘞。没有给机会。是，你知道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对你的家人一句话、两句话，你对他传出，连这个你都不愿意给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会跟你提问：为什么你没有对你的老公传福音？为什么你没有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媳妇传福音？你不晓得要该如何回答，而那个时候你只有悔改，你的心里面好像是一种很深的遗憾。所以传福音要趁机会，并且给机会。什么样的机会？趁你的女儿，趁你的儿女现在还小的时候，传福音给他。
趁你的孩子还没有到外面工作的时候，还在家，你传福音给他；趁他还没有上大学，不用搬到外面去的时候，你传福音给他；趁你的家人他现在还健在的时候，你说话他可以听得到的时候，传福音给他。弟兄姐妹，有这么多的机会都是我们要掌握的，那你愿意跟主同工吗？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们看到人，然后他们就过去。当他们过去的时候呢，他们走在路上，然后呢，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看见人就过去。主耶稣呢，刚刚在这个经文里边，耶稣呢，他跟门徒一起在路上行走。你们想象，我们跟耶稣，然后耶稣呢带着我们就这样在路上行走。耶稣在路上行走是在做什么？就是在行医治，就是在传福音。耶稣就是在那里表达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的那一份的爱。当耶稣路过的时候，耶稣走过去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刚刚圣经讲什么？耶稣看到什么？忘记了。看到一个瘸腿的，看到一个瞎眼的，而这个时候天生失明的。你看哦，当耶稣他来到，他就看见。我就想，耶稣即便看见，那这个瞎眼的人，当有人要对他布道的时候，请问这个瞎眼的人有没有可能他也会拒绝啊？我不用，你是耶稣，我没有听过，我不用，我这样就很好了。有没有可能？有。就像我们不是都遇到这样的事吗？是。但是当耶稣他过去，然后他看见，他不是看见他的外表而已，他看到他的内心。他需要的是什么？当他现在瞎眼的时候，瞎眼的人需要的是什么？看见。瘸腿的人呢，他需要的是行走。那我们这些在座的，我们也没有瞎眼，也没有瘸腿，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也可以行走，也可以看见路，我们什么都可以看见。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主耶稣他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这一份更坚固的信心，并且我们需要把它传出去。这是耶稣他在这个经文里边告诉我们。耶稣看见这个人，当下我就想说，哇，在中东的地区，其实因为环境卫生的关系，他们瞎眼的人是很多的。然而耶稣就特别独看到这一个人。我就想，如果我是那个瞎眼的，多么有福气啊！而且耶稣过来，然后看到我，我就感觉哇哦，好像神创造这个整个世界宇宙里边，好像只有我一个被造一样，因为他这么看重我。哇！我一想到，好像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耶稣他看见我，我的站在那个瞎眼的人的一个心态上面来想，我觉得我好珍贵啊！哇，主耶稣看到我，结果你听到一个嘈杂的声音，然后那个嘈杂的声音是什么？他的门徒开始讲一些反对的话。耶稣看见这个瞎眼的人，他的门徒呢，应该也跟他一样，对不对？但是他的门徒跟耶稣的心态不一样。耶稣他把握时间，他要救这个瞎眼的人。但是旁边的人呢，他的门徒呢，似乎不是这样。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如何能够把握一个你能做的时间？在1912年，铁达尼号，在座的你有看过铁达尼号电影的，请举手。你们好，请放下。看的时候有没有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有，对不对？
好好，没有看过，但是有听过铁达尼号的请举手。好，没有听过的请举手。没有听过的哦，都有听过。铁达尼号呢，它是一个游轮，一个非常大的游轮。然后呢，它在船上呢，它总共载了2000多个乘客。然后呢，他们从英国伦敦呢，准备开往美国。他们说，号称这一艘船是永不沉没，是完全坚固的永不沉没之船。然后在开始航行几天之后，他竟然撞到了冰山。结果撞到冰山之后呢，这一艘巨轮就开始破裂解体。我看了电影之后，我觉得整个电影让我觉得，哎呀，这个永不沉没之船最后还是沉没了。我觉得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那一对爱情故事，对不对？好像有一些的重要的重点我们忽略掉了。在这个铁达尼号呢，它沉没之后，后来4年，他们办了一个铁达尼号的生还者的分享见证会，在这里面呢，透露了一个当时发生的事件，是电影上我们没看到的，我们也不知道这真实的内幕。原来在这里面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呢，他跟他的姐姐还有他6岁的女儿也在这个船上。这个牧师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哈伯牧师。当这个船撞到这个冰山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船很多人开始在紧张恐惧里边，这个牧师他就对这些紧张的这些的乘客，对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你还没有信主的，我带你，你愿意信主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吗？许许多多的人，然后在那里，他对他们传福音。不仅如此，他用他所熟悉的诗歌与主接近，来安慰，让大家的心整个都平静下来，让他们知道有耶稣，有神可以依靠，神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可以听一下，好像在那个铁达尼号上面，从天上来的一个平安的诗歌。哈伯牧师，他的姐姐跟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太太已经过世了，所以他跟他的姐姐女儿同行。姐姐跟女儿6岁的女儿，他们就乘坐救生艇。哈伯牧师呢，他说：你们离开，他自愿留在那船上继续的传福音。他身上穿的救生衣就给了另外一个乘客。当整个铁达尼号这个游轮解体的时候，哈伯牧师从船上掉到那冰冷的海上。当他掉下去的时候，他抓到一个浮木，他就在那个浮木上，有一个年轻人就慢慢被水，然后呢飘到他的身旁。他就问这个年轻人，他说：年轻人，你得救了吗？你与神和好了吗？他跟这个年轻人问，结果一波的风浪来，结果把他们又分开了。过了几分钟之后，他们2个又靠在一起。他看到那个年轻人整个已经没有力气，面色已经变了。他就跟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你得救了。他就将他的浮木给了这个年轻人，他自己就坠入深海当中。铁达尼号沉没后4年的生还者分享会，而这一位在哈伯牧师最后一刻
对他传福音的这一位生还者，他出来做见证，把这个事情曝光出来，我们才知道。弟兄姐妹，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是这么美好的事，但是我们未必知道。然而神，也许我们即便我们没有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然而神感动的人在世界各地仍然继续不断的在传基督的福音。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也要学像耶稣他给我们的任务使命一样，我们必须要去传。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的确会遇到很多的阻拦，有可能是你家人的阻拦，有可能是你自己内心的阻拦。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的组员应该会支持我们，我们的组长应该会支持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传福音，讲到传福音，那是一个很现实，而且你可能随时会经历到被别人拒绝，然后你会非常的挫折，好像会有这样的拦阻来。就像耶稣他正要爱那个人的时候，他的门徒就说，耶稣啊，那个瞎眼的，哎呀，他犯罪，所以呢，不是他就是他父母啦。门徒他们的心态是什么？觉得他不配。弟兄姐妹，但是耶稣怎么样看他？所以不论在过去你的成长环境是如何，你从父母亲而生，你的父母亲是把你爱到大，还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可能缺了爸爸或妈妈缺席，或是你的爸爸妈妈都在，但是他们成天吵架，让你在整个你的心里面，你觉得你就是一个不配的人，你就是一个孤儿。但是在这里，神他说，我们就像那个瞎眼的，感觉失去了光，失去了爱，但是耶稣他说，我已经来到你的面前，一切都要改变。阿们吗？所以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要过去，看到那个人我们就过去，然后你就用耶稣的眼光看见他的需要，不是看见他穿得很华丽，他不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不要像门徒一样，然后呢看到他不配，不，主耶稣说每一个人都配，因为耶稣他说，这个人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不是他现在瞎眼，因为神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能力。这就表示什么呢？表示神耶稣有事要做，要坐在这个瞎眼的人的身上，而耶稣他把这个权柄今天交给了我们。所以呢，耶稣呢，他马上就跟着他的门徒说，赶快做，趁着白日我们要赶快做，天父差我们来做这个工。所以呢，我们趁着现在白天，要不然黑夜很快就到，没有人能够做工了。白天所代表的是什么？白天所代表的就是你可以做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可以做？你健康的时候，你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在你的健康里边，你是蒙神应允的，你的工作又很顺利，然后呢，在你的家中，你看到你的家人，看到你的同学，看到你的同事，只要没有人阻拦你，你就可以做，那就是你的白天。你现在是健康着，请问现在是你的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生病的时候，她就说，牧师，我过去我可以服侍的时候，我拒绝了，如今我回想起来，我的拒绝让我现在
有一种很深的遗憾。我们的白天，当我们都还健壮的时候，你来教会，你有小组，这个都是你的白天的时候，你有小组长陪伴你，有副小组长陪伴你，有守望者陪伴你，这都是我们白天的时候。还有我们现在白天在台湾，目前我们对人诉说福音，还是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状态里边。我们现在如果要到对岸，我们要去传福音，请问可以吗？是不可以的。他们在那里也不能够说提到这个信仰，就连我们现在在 LINE 上面，在 WeChat 上面都不能提到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白天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变成黑夜，因为政治的关系，因为黑暗势力的关系，让我们快速进入到黑夜，即便我们想要传也没有机会。所以趁我们都可以的时候，不要想太多，就是传就对了。因为神他说他要借着你在那个人的身上彰显神的能力。所以主耶稣他就说，在世上我就是光。瞎眼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光。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看到在座的，虽然你感觉上你是眼明的，但是牧师看到在你的心里面，你需要光，而且那个光是常照的光，在你的里面。牧师宣告，这个光现在在你的黑暗处，把你所有的从仇敌来的谎言、不相信的、疑惑的，透过这个时候圣灵的运行，也要对你说，那一些的谎言都不是来自耶稣，不是来自基督。神他说，只要我们在他的爱里边，他必用光照在我们里面，而这世界需要的就是耶稣的光。我们看到，当耶稣邀请门徒与他同工的时候，你看哦，耶稣他邀请门徒与他同工，然后耶稣让门徒看到一个天国的价值。什么样天国的价值？耶稣就像师父一样，他做给学生看。当他的门徒一看的时候，他知道他们的老师是一位永活的主。耶稣真正的把自己呈现在门徒的面前，而耶稣他对这个瞎眼的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我们想，如果这个瞎眼的人后面的这些耶稣对他说的要请他去做的，如果瞎眼的人他没有去做的话，我就想了，那么瞎眼的人他会得光明吗？他眼睛能看见吗？哇，我们就必须要看到底底下经文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耶稣呢把这一段话说完了。他刚刚说了什么样的话？说这个人瞎眼不是因为那遗传来的罪，乃是神要在他身上彰显那最伟大的作为。我们还不晓得最伟大的作为是什么哦。我们继续看，然后呢，耶稣呢就吐了唾液在泥土上，然后呢把它和在一起，搅拌在一起，把那个泥土呢就涂在这个瞎眼的人的眼上。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下如果你是那位瞎眼的，耶稣呢用这样唾沫，然后又用那个泥土，然后呢把它勾在你的眼睛上，请问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会好脏哦，怎么耶稣啊，你干什么？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可能会，也许会，真的会。那是因为我们还觉得我们还不够需要耶稣，而这瞎眼的人，他完全的相信跟顺服，即便那个口水有臭味，但是膏抹在他眼睛上，他却格外觉得有香气。你知道吗？在这个经文里边，我就查了唾沫为什么要吐唾沫。原来
那个唾沫是从哪里出来的？从耶稣的口中出来的，还是他随便抓一个学生，抓一个门徒来，你吐一下，有没有？没有。耶稣没有说，右伟，你嘴巴比较大，来唾沫吐出来会比较多。耶稣没有，耶稣自己用自己的唾沫。这代表的是什么？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用他的口向人吹气，人才活起来。所以这个唾沫所代表的是耶稣他的灵，他的灵出来，从他的口中出来，然后在那个泥土上，那个泥土为什么唾沫要跟泥土混合？要不然就唾沫就直接涂在眼睛上就好了，不也可以吗？为什么要跟那个泥土和在一起，搅拌在一起？原来那个泥土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一些从尘土而做的这些人，我们都是脆弱的，都是软弱的，我们需要耶稣的爱，耶稣的气，耶稣的活气，我们才能够活起来。所以呢，耶稣用他的唾液跟这个泥土和在一起，表示我们这软弱的人跟基督的灵合体了，我们就如同神人一样，在我们里面有耶稣的活气。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瞎眼的是这样被神医治，请问耶稣有没有这样的灵气？他的灵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吗？有的话大声说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长期以来牧师看到我们永光教的弟兄姐妹，你就是神人。你是神人，不是把你神格化，不是，而是在软弱的我们的身上有神的形象，我们可以说神的话，我们可以带出神的能力，所以我们是神人，是一个谦卑的神人，是在诉说神的大能的人类。所以唾沫跟泥土和在一起，抹在那瞎子的眼睛上，那个抹是什么？如同膏抹一样。所以那个不是我们用卫生的问题在评估的评断的，不是，那个已经超越了这一些的层次了。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看到这个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示。然后耶稣他有没有马上看见？有没有？没有呢，竟然还有下一个步骤。哎呀，真是麻烦。但是这个瞎眼的耶稣跟他说，你去到那个池子，那个叫做西罗亚的池子，你去那边洗一洗。哎，奇怪，耶稣怎么没有叫他去瓦窑沟洗？哎，怎么叫他指定要去西罗亚？你知道吗？圣经每一字每一句都有含义，因为西罗亚这3个字所指的就是奉差遣。我们说奉差遣，这在讲什么？那个西罗亚所代表就是耶稣他奉神差遣，然后他差遣了，他就介绍这个瞎子，然后来到他的里面，来到西罗亚池子里边，然后在那里洗。这个瞎子最可贵的，因为他顺服。若不然，可能如果是你是我，我们可能会讲说，我都看不见了，你帮我抹了那么多那么臭，我都还没看见，还要叫我去哪里洗啊？真麻烦。这就是人的软弱，我们就是泥土，就是这么的软弱，然后还那么容易抱怨。这位瞎子他就照着耶稣的话就去西罗亚洗了，然后他洗了之后回头就看见，还没有马上看见，回头就看见。所以你看，耶稣在我们人的身上，也许他不是一下子就让你得着财富，不是一下子就让你得着你所想要的，然而神一步一步在成就，一步一步在稳定你的脚步。所以你现在所发生的任何的情况，都是主在为下一步来预备你。所以也许你现在遇到的情况非常的糟，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窘境，但是神要在你，就是在你，就是你，在你的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牧师，
我们有任何的窘境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用害怕。透过瞎子，我们知道，在我的心里面，也许也有那个瞎子的时候，也有自私、骄傲的时候，自以为是的时候，那个就是瞎子的时刻。主已经把我们那个瞎子的那个眼光挪开，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眼睛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成为神在地上与他同工，成就那天国的价值。所以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断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去传，不是你厉害，是谁厉害？是福音本来就厉害。所以你拿了这个，你知道你拿了什么吗？你拿了人的救命单啊！你拿了人的救命单，那个救命单不是在你身上，是在这个福音卡上面，并且在你的口上。所以呢，福音重要的贵在你敢不敢开口，敢不敢开口。而当你开口的时候，神才动工。你没有开口，神不需要动工，你知道吗？你说哇，我需要能力，我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你没有服侍，你需要能力吗？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需要能力，神就给你。所以看你摆在哪一个位置上面。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是神看到你需要的时候，他就必把那个能力无穷无尽的加在你的生命里边。所以这一次对我们来讲，我们这是一个挑战。过去我们很少走出去街头传福音，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是要为这个土地来祝福，要看见这人，用耶稣的眼光，我们去感受耶稣的眼光如何去看见人的需要。所以你甘心乐意来传福音吗？我们来念这个经文好不好？这是保罗跟我们说的，我们一起来念，请。我若保罗透过这个经文，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传福音要甘心乐意的摆上。为什么我们可以甘心乐意？因为我们白白得来。所以呢，我们的赏赐是什么？神给我们的赏赐就是白白给出去啊。所以我们去传福音，那个人要不要付你100块？不用，就是免费的。所以保罗也说，我是不花钱，然后呢，把这个福音呢传出去，因为他也不花钱得着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也要不花钱，然后把福音传出去。若不然，这个责任已经托付在你身上。是，倘若我们不去做，就亏损了神在你身上那福音的权柄。那个福音都被你享受完了，你一直享受福音的恩典，可是你却不愿意分释出去。这个就是保罗说的，用尽了你传福音的权柄，只有你自己用，你不愿意分享出去。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人若有愿意做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练，来，请。人若有愿做的心，乃是，并不是。哥林多后书8章，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儿目的小朋友，你看他们那么小，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传福音啊。但是这句话他说，若是小孩他都愿意，而且呢，他愿意的心已经被神喜悦了。所以这一群孩子，我跟你说，爸爸妈妈，如果你在场的，我要跟你说，你很有福气，你得了这个孩子比得了2000万还要贵重，因为有神的大能在你的孩子身上。就因为他今天做这个传福音，他得神的悦纳，然后呢，就照他有的，不用照他没有。所以他现在有的是什么？那一串，他现在有的就是那一串5个记号的钥匙，这就是他有的，还有他心里面愿意的心。弟兄姐妹，难道我们比这个小孩还缺乏吗？没有，神在你的身上恩典是大而又多，所以神还要我们出去，走出去传福音。有一位穆迪先生，他买了一幅画，然后这一幅画呢，他非常的感动。他买了那一幅画，为什么他买了那一幅画？因为在那一幅画，在海面上，他看到一个人浮在那个海面上，而那个人呢，他手中2手呢
紧紧抱着十字架。哇，他看到这个人，他得了救恩，非常的感动，紧紧的把十字架抱着。虽然他死在那海上，他知道这个人得了十字架，得了十字架，得了救恩，而他也上岸了。接着这个穆迪他又看到另外一幅画，那一幅画让他更感动。他看到在海上一样，在这个海上，然后呢看到一个人也漂浮在那海上，他也已经快没有气息了。他看到那一幅画，画着他的右手拿着十字架，他的左手抓着一个人在海里面。这一幅画让他更大的一个感动。他说这是他学习的榜样。牧师呢，在10年前我到加拿大，其实在还没有到加拿大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的心，让我看到这一幅画。来，我们那个投影那个摄影机可以 take。 好，我们看到一下，我们有看到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到旁边有许许多多的万民，在这里不论什么样的肤色的人，都在最后看到了耶稣之后，他们得救了。而且有医生，有护士，有各行各业的人，也有太空人，连最后那一些拜佛祖的，他们也需要耶稣的爱。这是一个万民归主的话。我还没有到加拿大的时候，神就给我在梦中有这一幅画。而我到了加拿大的时候，竟然我的老师他就拿这一幅画摆着，说他要卖。我没有多考虑，就把它买下。但这幅画呢，只是复制的，我只是看到这一幅画是万民归主的这一幅画，我把它买下来，它成为我每一天我一个生命的一个命定。这一幅画买起来要7200。重点不在于它的价钱，而在于神给我的提醒。弟兄姐妹，把这一幅画，把穆迪他所看到的那一幅画，把铁达尼号的那一幅画，把耶稣对瞎眼的那一幅画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为这个土地而行，我们就为。阿们吗？哈利路亚，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要在主的里面来蒙恩。来，我们来念这一句的经文。来，请。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约翰福音9章4节，再一次来。趁着白日，是。我们接着用1粒麦子来回应你刚刚在领受之后，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神？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都愿意成为1粒麦子，趁着白天，也许自己有很多的考量，但是神说，跟着他，单单跟着他。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就是它自己。它若愿意，是的，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时间给神使用，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1粒麦子。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就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呼召你，你愿意吗？
得的权利，你不愿意放下，又放不下的，神他愿意为你承担，他也愿意来偿还。你愿意为耶稣来传福音吗？阿们吗？感谢主，把一切的能力都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大家请坐，我们接着要来奉献。现在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我权，神灵触摸，重新得力，到达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位，分别为神归。兄姐，请起立。请坐。接下来消息，我们请牧师来分享。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明天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的教会要执行教会存在的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该做的事。我们下礼拜我们要一起来成就，所以不管你是有参加在小组没有，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的，因为牧师我们也都会一起参与在整个我们下礼拜的街头布道。包括我们在今天下午有这些的说明、训练以及整个分部的这一些的安排以后，那下个礼拜大卫牧师来也会给我们一些的很好的、很棒的一个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可以给我们的一些技巧。我相信这对我们永光教会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牧师小时候到年轻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就被训练三虎的布道这一些要背40分钟的这些的那个分享的词句真的不容易当时候有人愿意听我讲40分钟的，现在可能没有了，对不对？现在顶多3分钟吧所以我们就减少了那个内容，很简要的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就来尝试看看。我相信我们试了，神就祝福。阿们。你摆上的神一定悦纳。阿们。
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哦。好，我们来关心我们教会这周我们该注意的事项。本周我们的导读的主题是诚实引言我们一起来读来。诚实是说真实的话，即使会带来麻烦，也要诚实。若不诚实，必要承受随之而来的后果。阿们。所以这礼拜每一天都有经文提醒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不管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也面对自己，都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哈。OK，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本来礼拜四就要开始，因为有台风来搅局，那我们赶快同工就把它调整，从礼拜五、礼拜六以及到这个今天下午才会结束我们整个儿童暑期的双语的夏令营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孩子非常的活泼也懂得真理也分享真理。那我们也求神继续引导他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不断的要为我们的孩子来祝福祷告，不管是我们肉身的或者我们属灵的，我们代代相传这份信仰。阿们。好。昨天晚上我们的青少年牧区的聚会当中有半个小时，有邀请我们的警察局的警员来分享反诈骗这个内容哈。他们也很看见我们教会年轻人的活泼，也透过这样给予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诈骗的手法，我们来认知，也彼此的帮助我们的朋友。我们谢谢这2位的警员哈。OK， 好，那大卫牧师跟君玉师母有要跟我们请安哦哈。8月4号，礼拜天早上9点，我们将与永光教会与大家分享传福音的秘诀，还有上街跟大家一起去传福音。那我们非常的期待会有很大的新的突破，让更多人能因着这样来认识耶稣。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拨出空，然后一起来参加。Yeah, we look forward to be with you all the way from the Netherlands. It will be a great and a powerful time in God's presence as we go out and preach the gospel, and can't wait to see all of you. It will be a wonderful time. 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就下礼拜天早上见喽，拜拜。好，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几点开始聚会？9点跟隔壁下礼拜不能迟到来。我们9点就要开始了哦。如果你10点45分来，我告诉你，已经礼拜结束了哈。OK 哈，你就痛哭流涕一下好了。所以不要痛哭流涕，9点以前来到哦哈，谢谢。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就是这样要来进行。那我们等一下礼拜完结束，我们要来说在这个布道会的行前说明，请我们的长子铁三角能够留下来哈。OK， 好。好，为了我们下礼拜的布道，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要推4场的布道的祷告会。所以礼拜2早上10点到10点半，然后礼拜3到礼拜5每天晚上的8点这些参加的主要成员就是你当时间是有小组聚会的，那我们就集结在一起，在会堂，我们有半个小时的唱一首诗歌，然后祷告，为了我们下个礼拜的街头布道来祷告以后，然后就各归各小组来进行。但如果你有特别感动，我每一场祷告会都要参加，可以吗？很棒的，非常的欢迎哈。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街头布道。我们需要用祷告开始，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哈。OK， 好。那8月11号我们的圣礼点有要举行洗礼跟圣餐，请我们来预备心。那如果我们朋友或我们的小组员还没有受洗的，或你还没有归入到永光教会的那一份感动，请抓住，就是祝福。阿们。好，感谢主。那有报名的，在礼拜5晚上8点，我们有基要真理班跟认识永光教会的课程，一定务必要参加哈。谢谢。
好啊，青少年跟儿牧非常关心、注意的就是信仰培育奖励金的申请，请注意这个时间以及你需要该备的资料哈。好，那我们9月开始，我们的培育学校、领袖培育学校就已经开始这样的课程哦。你还没完成的，注意这些时间点，还没参加的，或者参加完想要再进一步的多一次的来领受的，都可以，我们把握这时间来报名，能够参与在这其中。好，那我们有一位弟兄，就是叶荣公弟兄蒙主恩召，那在这个下礼拜三8月7号9点，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的1楼的至真山厅要来举行告别式，请我们为遗嘱来祷告，也能够关心，可以的拨冗，我们一起来参加。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我们的这些需要我们代祷的，就是由国宾长老跟仁邦的父亲方敬孝弟兄他们都是在上礼拜透过医院开刀，然后很顺利完成了，所以他们感谢主。国宾长老昨天已经回到家里来休养，那敬孝兄他礼拜1会出院，所以这是今天已经出院了他本来说礼拜1那今天已经出院了，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周牧师我也去开刀2个地方，不会很痛了就是要休养几天这样的。现在讲话都还有那个什么手术线缠绕着我但是你就知道我讲不太轮转是有问题的OK， 但感谢主也能够很平安的来度过感谢主的恩典。好，那我们也关心我们的教会网站介绍给朋友连结，让他们能够去看我们的聚会，看我们的所有的活动，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也是你信仰一个最美的见证请我们多多的来看我们教会的这些网站，谢谢。好，那这时候请大家起立，我们要来唱这个诗歌，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喜乐平安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围绕你，喜乐充满你，患难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有的人喜乐在这里，烦恼也在这里烦恼在哪里？烦恼在这里一直搅扰的，我们要丢掉它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上帝丰沛的恩典按着你们的信成就在你们的生活跟家庭上，也愿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满满的恩典流落在你的家，更愿圣灵引导你们，开启你们喜乐的心，也开启你们平安蒙福的道路，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安我走。
带你们每一天的脚步。下个礼拜几点聚会呢？跟隔壁说不能迟到。不能迟到。阿们，请坐。哈利路亚，上帝祝福我们。我们邀请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来到前面，我们马上要来开始我们的训练会哈。铁三角。